这个疫情嘛，来冲击到社会福利单位，台中道社福基金会本地是挖靠到市场关键的食材，即卖这个量是大大来减少。安尼一来，基金会旗下二小之家囡仔三顿嘛来出问题，所以基金会推出着防疫餐食的计划，要来募集着物资甲捐款，来帮助这个囡仔伫防疫的期间嘛会当食营养。山仔搬落车来自屏东的善心民众，捐21人的山仔甲20包的山仔干，和社福基金会用行动响应基金会发起的防疫餐食的计划，也是帮忙募集啊。我们原本有一个长期捐赠我们的就是蔬菜跟食材这个东兴市场，已经跟我们合作10几年了。那因为这一阵子传统市场也比较没办法过去，那它的到货量也比较减少。疫情3级的境界本来固定关食材市场受到影响，结合的食材炒较济。第四讲基金会旗下向阳二小之家等等的团体，总共40个囡仔3顿煞有问题。以每一个囡仔一工食材费用100块来算，40个囡仔一个月都要3到6万的开销。长期的一个喂养的计划，还有餐食计划呢，在疫情期间，就是我想还是会一直持续。本来是打算讲3个月，才都完成目标，伫社会协助下提早完成。陆续有善心的民众送来各种物资，分点滴在心。